夏天天氣愈來愈熱，台南地區常常出現全台上高溫。根據着衛生福利部熱傷害監測統計，這10天來65歲到74歲長者熱傷害就診人次增加2.5倍。濟道機長者對高溫感覺降低，騎機血溫偏懸，較無容易發現致死、著煞、熱中風等急性熱傷害。因此，台南市政府甲保險公司合作，推出全台第一張高溫微型保險。足好，因為我家己的迄個經驗吼，我哩幾當前捌一擺佇外口吼，熱着，你所以愛買嘛，所以這一包有哪一種對患者嘛一種負擔嘛。熱着足艱苦，因為我社會人吼年紀大一點，萬一要是再發生這種事情，吼，我有這個保險對我講是最大的經濟的支持。對115年7月份開始，台南市15歲到75歲的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家庭，以及65歲到75歲弱勢長者，由社會局以團體保險方式協助投保。那投保民眾因為熱傷害大醫，就當得到1萬塊的保險理賠。這樣也算是對於弱勢者的一個照顧。真正需要政府照顧的弱勢的朋友，我們都願意伸出援手幫忙。在科技防救災方面，台南市政府也甲環境部合作推動去零氣候關懷行動，運用中央氣象署觀測資料，透過大數據辨識高溫風險地區。若是室內溫度35度，系統就馬上通知第一線關懷人員，啟動電話關懷，指揮查找警示，也是協助長者前往附近較涼快的所在。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高溫考驗，台南市將持續深化跨域合作，確保弱勢以及高齡長者的安全甲健康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